第74集，常年期第2主日。各位 2AC 澳洲華人電台嘅聽眾，歡迎各位收聽主日聖經。天主教主日聖經分為甲、乙、丙3年，呢一輯係甲年。節目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係誦讀新舊約聖經章節，部分章節會以口語嘅方式為大家講述。節目嘅下半部分係已故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恩保德神父喺如之音主日5分鐘嘅錄音講道。恩神父講道內容豐富，能夠啟發人心，所以好受教友歡迎。今日恩神父喺講道中話，耶穌呼喚人並唔係要人享受陪伴佢，而係必然有一個派遣而執行父嘅旨意。咁到底呢個呼喚同你有冇關係呢？請大家留意收聽啦。今日嘅第一篇讀經係講，我要使你作萬民嘅光明，使我嘅救恩達於地極。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上主對我說：以色列，你是我的僕人，我因你而自豪。我在上主眼中是光榮的，天主是我的力量。那由母胎形成我作他的僕人，將雅各伯領回到他前，並把以色列聚集在他前的上主，如今說：你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還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萬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上主的話。答唱詠。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樂意奉行你的旨意。我懇切地期待上主，他便垂聽了我的哀訴，他教我高唱新歌，讚美我們的天主。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樂意奉行你的旨意。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喜，就開了我的耳朵；全燔祭以及贖罪祭也非你所要。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樂意奉行你的旨意。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我的天主，我樂意承行你的旨意，你的法律常在我心中。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樂意奉行你的旨意。在盛大的集會中，我宣揚了你的正義。看，我並沒有閉口不言。上主，你全知悉。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樂意奉行你的旨意。今日嘅第二篇讀經係聖保祿嘅書信，佢話：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哋嘅天主父同主耶穌基督賜俾你哋。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因天主的旨意，蒙召為耶穌基督宗徒的保祿，
皆同索斯特乃弟兄自書給格林多的天主教會，就是給那些在基督耶穌內受祝聖，與所有在各地呼求我們的主，亦即他們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一同蒙召為聖的人，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天主父和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上主的話。福音前歡呼。今日嘅福音係話，睇下天主嘅羔羊，除免世罪者。恭讀聖若望福音。那時候，約翰見耶穌向他走來，便說：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這位就是我論及他，曾說過：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連我也不曾認識他。但為使他顯示於以色列，為此我來以水施洗。約翰又作證說：我看見聖神仿佛鴿子從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也不曾認識他，但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的給我說：你看見聖神降下，停在誰身上，誰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我看見了，我便作證，他就是天主子。上主的話。你好，你好。歡迎你一齊默想啊，研究你揀嘅主日嘅四篇讀經。呢個主日呢，嗰個主題非常之明顯，亦都為我哋基督徒非常之有用。默西亞係邊個啊？光輝嘅默西亞，全能嘅默西亞，抑或係一個痛苦中嘅默西亞？嗱，呢個主題呢係重要，因為教會亦都係咁。若果默西亞係光輝呢，應該教會係一個得勝嘅教會。但係如果默西亞係痛苦中嘅默西亞，咁教會都係痛苦中嘅教會。呢個主日呢叫做常年期第二主日，你覺唔覺得有少少奇怪？啱啱聖誕期完咗，應該呢預備復活節有四旬期40日嘅嘢嘛，咁點解呢加落去呢幾個常年期嘅主日，想講埋呢咁細節嘅嘢呢？因為人哋可以問你，或自己都會問點解咁樣嘅。嗱，我哋要記得復活節呢喺我哋嘅日曆入邊，西方嘅日曆每年都唔同，喺猶太嘅日曆係定咗啦。每年都係咁咯，好似中國人咁啊。如果有中國人嘅月曆啊，咁嗰啲日期係準啊。如果你用中國人嘅動曆，咁啊嗰啲日期、嗰啲節日都係規定咗。而家問題喺邊度呢？復活節跟猶太人嘅月曆，但係呢，我哋而家喺西方嘅日曆就唔同咗啦嘛。所以有陣時復活節係好早嘅，有陣時復活節好遲嘅。今年啊，復活節係4月9號，都幾遠下。有陣時就係3月30號，即係都有好大嘅距離。咁點樣你填呢一段咪用上年期嘅主日？今年呢要填6個主日，因為復活節係遲少少。我希望你即係明白呢一點呢，你參加彌撒都係方便啲。你忽然間變咗綠色嘅話，點解呢？係白色嘅紅色，因為變咗綠色，過咗一段時間又係紫色，即係有啲混亂。好啦，而家我哋翻去主題，四篇讀經有一個主題，上主的僕人。我希望你聽過邊個係上主的僕人？有陣時呢，聖經話
呢個僕人啊，就係以色列成個民族都係上主嘅僕人。但係有時嗰啲讀經特別以賽亞先知書講唔係一個民族嘅話，講一個個體，講係一個人。然後呢，基督徒啊，將呢啲以賽亞講一個人嗰啲預言啦，擺喺耶穌身上。所以我哋為我哋嚟講呢，基督徒啊，以賽亞所有講僕人係一個個體，係一個人啦。我哋基督徒話呢個已經預言默西亞。好啦，到今日以賽亞先知書49係以賽亞第二，上主對我說，係上主對呢個民族說。但係呢，如果你留心，有陣時都唔似民族嘅話，好似係一個人，係單獨一個人，一個個體。上主對我說，以色列，你是我的僕人，我為你而自豪。然後呢，佢繼續講呢個僕人啦，默想嘅話，我在上主眼中是光榮的，天主是我的力量。然後開始講，好似講一個人，佢話那由母胎形成我作他的僕人。呢個僕人要做乜嘢呢？嗱，兩樣嘢，一要領導雅各伯領會係一個合一嘅境界，唔好再分裂。嗰陣時係分裂嘅，咁呢個僕人啊會幫呢個分裂嘅國家要合一，所以我嘅僕人啦會將雅各伯領會到他前，並把以色列聚集在他前。咁以賽亞先知話做呢件事咧已經係好辛苦，好多先知試過都唔得。你睇下佢點講啊？但係呢件事咁艱難嘅事，為我嘅僕人還是小事，係小事嘅。點解呢？我更要使他作萬萬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哇！為以色列人呢個係新嘅，已經領導呢個分裂嘅國家已經唔得啊！改嗰啲猶太人嘅思想，對於外邦人啊、列邦人啊更加唔得啊！列邦人係魔鬼，唔好嘅。而家呢，上主僕人啊，更要使他作萬萬的光明，即係呢個光啊，萬萬都睇到啊。同埋嗰個救恩到咗地極，即係個個都可以得到救恩嗱。你開始係咪嗰個上主的僕人開始清楚啲啊？開始明白清楚啲。答唱詠啊，嗱呢個係深入呢個上主僕人嘅心靈啊。佢咁樣講嘅喎，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喜，就開了我的耳朵啊。有少少唔係好清楚啊嘛。以色列人啊，嗰個聖殿啊，做一樣嘢犧牲。素祭、贖罪祭，咁而家呢啲聖詠話犧牲啊、素祭啊、贖罪祭，上主唔喜歡全燔祭以及贖罪祭，也非你所要。呢個仲深少少。於是我說，而家呢係呢個上主僕人好明顯係一個個體啊嘛！我的天主，我樂意承行你的旨意，你的法律常存在我心中。哇！嗰個犧牲，嗰個祭獻啦，唔再係嗰啲畜生啊，嗰啲物質嘅嘢。嗰個上主所喜歡嘅犧牲啦，就係執行佢嘅旨意，同埋將嗰個法律擺喺心入邊。呢度呢讀經一聖詠啊，已經開始畫一幅畫，上主僕人嘅一幅畫。福音呢，直情呢幅畫忽然間變做活嘅行緊。嗱，佢睇下約翰點樣講啊？那時候約翰見耶穌向他走來，便說：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喺嗰啲4篇嘅4首上主僕人入邊呢，第4個直情講我嘅僕人啦，係好似一隻羊，一個代罪羔羊。人哋領導佢去一個地方叫做屠場，要宰殺呢個羔羊。咁約翰就將呢句說話，請看天主的羔羊所講嘅預言，嗰個上主的僕人而家行緊嚟喎。看呢個係個羔羊，除免世罪者。然後呢，約翰解釋俾人哋知，我點知道
佢就係上主僕人啦。咁嘅解釋，因為上主向我說，如果有咁樣嘅人嚟你嗰度洗禮之後呢，你見到聖神降臨喺佢嘅身上呢，呢個就係默西亞，就係上主僕人。咁約翰話：我看見聖神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在他身上。然後約翰話：我看見了，我便作證，他就是天主子。依撒意亞先知所畫嗰幅畫呢，而家你變咗又血又肉行緊，佢都係嚟呢個世界上呢，要執行父的旨意，佢都係將父嘅法律唔係一個石板上邊，佢嘅心入邊有一個新嘅宗教嘅觀念，拆咗一啲舊嘅嘢，然後又新出嚟。呢個就係耶穌要死嘅主要嘅原因。呢一個徹底嘅更新，改晒聖殿唔需要，司祭唔需要，法利賽人唔需要，乜嘢都係。佢話我嚟呢，我唔會廢除舊嘅嘢，會滿全。但係呢個滿全幾接近廢除喎。我想個結論啊，就係讀經義啊。聖保羅俾加林多人前書，保羅呢係一個好熱心嘅法利賽人，係好為聖殿聖經嘅解釋戰鬥到死都值得。邊個反對呢啲嘢呢？掃羅啊，呢個教嘅名係願意殺毀滅。保羅而家話天主叫我做耶穌基督嘅宗徒，然後保羅呢變咗第13個宗徒，叫做專為外邦人傳教。我想綜合下今日嘅四篇讀經，睇下同我哋嘅靈修生活有咩關係。耶穌只要叫人呼喚人，但係小心喎，耶穌呼喚我唔係因為我要享受陪伴佢啊，呼喚之後呢一定有一個派遣 calling and sending。 英文 calling 即係話有一個呼喚，一定有一個 sending， 一個派遣。做乜嘢呢？執行父嘅旨意，將所有嘅聖經、所有嘅宗教嘅嘢擺喺心入邊內在。我想問自己，你都問自己，我覺唔覺得我接受咗一個呼喚？抑或我只係覺得喺咁多宗教當中，我揀呢個啫，因為有啲理由。我可以揀佛教啊、伊斯蘭教啊，其他嘅宗教都得。聖保羅唔會講呢句，點解呢？因為佢叫我入呢個團體，其他嘅團體都好嘅，但係佢叫我入呢個，好似一個男人有咁多個女人，又靚又聰明又本事，但係佢呢個呼喚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呼喚，若果呼喚唔強呢，派遣都唔強嘅。若果派遣好強，好熱心啊，做多工作啊，傳教工作，但係呼喚好弱，唔覺得係耶穌叫我做，亦都有問題。過咗一段時間啦，我會變咗冷淡，變咗冇新鮮感，變咗唔知道喺度做緊乜嘢嘅嘢。供咗大家一個好強嘅呼喚嘅感覺，亦都好強嘅受咗耶穌嘅派遣嘅感覺。各位聽眾朋友，今日神父嘅講道已經播完啦。如果你對聖經同天主教會想有更深入嘅了解，你可以去探訪一下附近嘅天主教堂，嗰度每星期都有彌撒嘅。彌撒當中，神父會講道，你亦可以參加堂區舉辦嘅舞蹈班，學習天主嘅道理。我哋下一集再見啦！